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屏东万万5九岁一只客家庄，2009年就文化资产法定留作记录。这只个有田园用钱实体物种丰富，用钱水偷创业维持在24度哦。4年前开始，事故5九岁工作站日本游客坐下睇冲茶的内敛风与河坝风跑，大帮安尼来推广生态。本但没讲过多年底。不过20年前，一篇文章在网络上因本人传出去，向个亚番3人来按赞来念杂毛，5九岁以下路边啊真有名。嗰多年路新闻讲是得去撩去搞毛，也是知道工作站唔地安用的难好，因为睇少讲菜天乃唔好按到位游客。古少年时已经起社会，睇河坝风跑为天阳发通的，也希望民众爱去爱先注文。也被毛毛风送到安泰的注意，也是知道5九岁要提早面对发展观光为谈论来的难题，生态旅游的价值要发多难呢？有的小朋友对女仆的安全蛮来嘅。带定水草，外帮你丈夫马其通的来参加养育的户外教学。早前见到先听的5九岁事故工作站的图南太哥哥，在好热度穿上穿下，来认识采体传统的钟头火风舞。行啊行的，总算行到做得9岁的素材。但就唔得到，上个脚啊跳落去9岁。在溪流里面玩水啊，玩耍，那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啦。那既然在五沟水这个地方还有水，还有河流可以让小朋友来玩水，可以从大自然中享受大自然的资源来游戏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等一下，我们不可以把水枪拿下来，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因为会流走。还有呢，我刚刚讲的啊，危害自然。因为我们来这边，我们要体验的是什么？大自然。5九岁实体的漂漂好，也记下10年来拥有传来传去传到网技术分野。考虑到每对生态造成对它的影响，也工作站暂时为本人客去搞漂漂好的，就连小朋友自家准备的水草没有夹到输出起来。我们都希望就是大家来这边不是玩水，而是把这边当做一个户外的教室。那我们来这边是来体验这边的环境，学习怎么样友善的对待环境。这样之后才不管到哪里去，我们都用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的环境。平常时汉地有机会集群太自然，小朋友伫水沟度搞到猛几跳，以下无生意很难到为水草，然后见来见到，像安尼的事情难免就动会发生。安尼南美体的生态天朝会受到影响。锅水这个涌泉湿地，它有干季跟旱季。然后干季是属于种子休眠，然后呢，雨季来的时候，这个种子在做的发芽，但是人的扰动会改变了它的一个四季的律动，然后这个时候呢，产生空窗的时候，就是外来种入侵机会大的时候。河坝度的水神植物上到东方上，规太片内强有为的草木野稻，连转桥带的潜水都看唔到。唔是讲我哋亚界河坝搞漂漂好，嘅系冇可能嘅。其实以下有按当年来问，2059九岁高，工作站的压力未动态。就算紧急发出声明稿同人下讲，5九岁系重要的实体，唔系观光的素材。不过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系有当人记问，按用的主文去搞漂漂好。人家网络的时代愈安尼啊，一下愈会人讲爆红吼，一下愈侵犯啊，侵到人会下过，因为你还冇准备好的时间吼。以下有按到人来，当然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压力。经有人见问，经有人打电话，工作站调下马都会一类类详细同家头讲。5九岁会推广生态旅游，前作为意思，并唔系爱大家来也交税。保密食材太多人问到唔地安用的账号，尤其大家都想爱了解争取5九岁了。嘅一到了解人按到，工作站就少，提防好食材乃唔好。有时就会有游览车一来，有可能4、5台游览车。啊，4、5台游览车是记录已经，你感觉
村民如果感觉个超量的问题就会造出。如果听人讲的，如果有村民会反映讲人太多的，因为感觉讲怪吵。啊，有时节因为你下个数字无一听嘛吼，有的人来会拿麦克风摕地步都应解说吼。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不时看得到人对的人客起家来，还有人听到朋友的推荐，就直接批到工作站上来主问。因为我有在脸书上面看到人家有 po， 然后又有朋友来这边玩过，说他的感觉就是很特别，然后跟一般他们去游玩的旅游景点又不一样，所以就很想来了解。然后他们又要预约，不是随便就能下水。生态教育就是要做这个，飘飘河只是做一个其中的一个趣味性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大家来这边不是单纯只是来玩水，而是说可以去要来了解环境，因为早期像这样的环境是随处可见，每个人家附近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小河。按当然想要去研究水了，工作站其实还唔敢确定係何時前麼，因正家到唔想研客。係為到上海教水，爭去到研究水，家到行較強，以為名聲冇睇生態。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散客，譬如说他们就是没有经过预约就跑过来，那这样的话，有些时候他们就会，也不是他们的问题，就他们会不经意当中可能就不小心翻搅到一些鱼的卵、水草这一些的。要多诶，如何也是的。哇，多诶，超暗江呢。也是的，如果人研究水呢，请宝贵的地方哦。4年前，研究水事故工作站的站长劉建坤就帶定二手節目嘅主持人，大幫教育安全企業陪陪好，來認識實體嘅生態。也係工作站希望人客來也聊聊，我用一種生態理解方式來聊聊，來向大家行業太自然。喺一開始我哋是希望講，要做一個環境教育嘅時間，有一啲奇妙嘅東西，本他個人來感受來本了解講，自然生態環境裡邊就係安尼都很珍貴，但是借由安尼本對當方陪下去看一個貴安尼生態環境。希望大家操盤操車去到研究水，暢上嘅教水。工作站會少，停電會有，其實乃就係行過吵吵鬧鬧，破壞生態也有問題。馬其實忙嘅宋先生，當日都會去河壩船，個古台嘅風吹，上去美嘅美古嘅，只係第一條河壩船太野記，結果也打被早就同條白冇同樣嘅。初中起嘅咁啊，將anh ấy已經下來溜嘅，快三條溜下工，我來嘅中睇佢啲嘢10分多同下工，4 8度幾嘛嗰度10槍嘅，變咗溜下工嘅3條快啦，現在話要8米咯。宋先生看到研究水都冇簡單，要按當然來了，兼單槍當方樣。佢咪望定地方好，會現在安尼行下發展。要水路安強，當然方樣他個人來搞水哦。人來要拍乜嘅咯？嗰有嘢，嗰有人氣啊，係咪啊？嗰鬧熱啊，可能政府那個要乜個發展冇。那大家对未来都有一些期待跟想象，所以講，他講搞發展冇，他講一定嘛講愛呢。但問題是講，也係個發展內容還沒用嘅。如果你要發展的想象是來自於外界給你的那一套商業模式的那種套邏輯，硬套在一個條件其實是有另外一個優勢條件的地方，還是說你是站在地方優勢條件去把它呈現出來，做了一個更好的一個地方特色的一個發揮？剛剛問題還是出到這個教育。人講研究大有皮，有年來就有錢好賺，也係一到年共同發展，上到就係安尼。研究水隔壁就一個顯明的地嘢，離研究村就冇2公里，時才55分鐘就到位環境聖母升天，見到位亞灘節前，望見鬧熱，貴重嘅就從一個不亞上，
对5.9岁嘅乡亲来讲，因为要有发展的人，自然就忙得要有人来，唔是讲天朝未会有人反对。每拜圣诞节就涌入上万的游客，各位媒体都大肆报道，现在情况在下都变讲，隔壁5.9岁大家看了就醋味很重，好，就醋味很重。就刚刚讲，人家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行？好，但是我刚刚讲5.9岁条件改版起，它有另外一种很不同的一个优势条件。所以我刚刚要东西，美国你做的明来都做我们的，没按的意思，还是讲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式，但是不见得跟人家一样去东施效颦。我想去发展喺邊，我哋可以嚟即係買乜嘅東西做生意嘅人嘅話，當然一路希望越多人來越好。假使講而無想去做生意嘅老人家，都無想去對呢方面嚟朝呢方面做嘅人，所以當然一路唔希望一定太多人來啊，因為會打擾到我哋傳統嘅基本嘅生活嘅習慣一條啊。用番茄美利嘅來看，本單將係地方居民嘅接近發通。下後縣政府嘅資源落來，見來見有名。傳統嘅信仰做到像觀光，有成立好作為，相對未犧牲係也特別嘅生活同文化品質。安尼嘅發展也唔係大家都想要嘅。尤其像環境中，佢啱不會插入安尼影響，其實已經都對咱的本狀都有安尼影響嘅。唔係等到我哋喺祖國，基本上我哋喺祖國時，剛我哋有。遭受更大的一个冲击啊！我讲，现在最大问题是5.9岁你对七港本身那种就是未来发展那种条件的认知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但是还没有那么明确。搞像隔壁蛮紧张的那样子商业化的一个外在力量一个导引之下有时候其实大家还是会去把眼光放在那个地方。有没有看到那个地方有停脚踏车？那代表是什么呢？有人在。所以我们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到人家家要怎样？要有礼貌，知道吗？平常时5.9岁点睛呢，常看到生意当好的半条店头家肉，韩国我去教用者为安东农民，同细型推工厂都好嘅员工，还有物嘅日头分牛日，未啲嘅送新嚟嘅亚头日，按無限以外。5.9歲其實係一個當安人之菜，做物嘅就豐富你來嘅素菜。就算想要和朋友來發展，恐怕沒困難。不過唔可以冇以發展上下去公司亦都冇呢條件它的商業機能就不強嘛。所以不強是包括第一，它不會在那種主要幹道的交通樞紐上，然後第二，它沒有很明確的一些所謂的特產，它的特產其實是它的那種文化的底蘊跟它的生態的豐富，然後第三。那个它本来就不适合，就是像这样一个优美的聚落保存区本来就不适合大量游客一次活动的地方。用几多种的想法你来聊啦，有的想法更成熟一些，反而来法，你哋看的东西可能对我哋会嗰度帮助啦。不在环境里面的东西，我们就顺手把它捡起来，好不好？我们自己手上现在拿的饮料啊、冰啊，来，对，也都要把它丢到里面来。因此工作站由當日去留了人客，限制到130人。韓國無停嘅建造生活監測，來了解5.9歲嘅環境，那以後幾多萬人來了。呢條小小可以公民會議，未必同村民來討論出一個大家都接受嘅規定。無聽從5.9歲嘅村民忙繼續去賺錢。只不過應用喺啲發展觀光嘅同時，大家也考慮到也特別嘅文化內涵，又唔可以犧牲喺採命嘅生態環境，也確實行為世界，日積日次。